大家平安。也为着在座所有的母亲，甲恁讲，母亲节快乐。当摩西过身了后，上帝有找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伫迦南地。当因进入到伫迦南地了后，约书亚伫迄个时阵，甲伫上帝的交代的中间，有毁灭一寡在地的迦南人。总是也未规个拢毁灭了后，伊就过身啊。所以当伊过身了后，伫以色列百姓因有12个支派，遐个首领竟然无听约书亚的话，甲在地也阁有一寡人也未毁灭的人，甲因毁灭。所以因伫遐开始就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因为约书亚过身了后，上帝无阁互因有一个新的领袖，所以伫因无新的领袖，圣经安尼讲。当时以色列中无王，逐人就照伊看最好的来行，逐个拢照家己意思，我爱安怎，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要安尼做，我就安尼做。所以伫当时的社会是非常的混乱，毋若安尼变是犯罪对立地到规个迄个当时的迄个迦南地遐以色列百姓，因的生活真正是得罪上帝乱糟糟。所以伫迄个中间，这开始走来遮吼，足奇怪。伊就伫迄个所在，就因开始非常混乱的时，迄个撒母耳记就伫即个时阵开始伫迄个所在写出来。所以撒母耳伊的出世，就是伫迄个士师记，伫迄个士师的时代，到撒母耳出世，进入到伫君王的时代。咱看见士师的时代是非常的混乱，然后到君王的时代的中间，后开始有高抹、扫罗王，然后进入到伫大卫王。当因进入到伫大卫王，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迄个君王的时代就开始无共款。因为大卫虽然有拄着足侪艰难，但是伊倚靠上帝，照上帝的教示来行，所以伫大卫的时代。因真正实在看见当时的迄个大卫的时代的迄个国度是非常的丰盛，有充满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伫迄个上界大的改变的中间，就是撒母耳的出世。伊伫遐改变，伫即两个时代，伊拄伫迄个空档的中间，进入到伫迄个君王的时代，做一个真大的改变。迄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伊有一个祈祷的士大人，祈祷的老母汉娜。伫今仔日的圣经讲，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1节，伊伫迄个所在第2节讲，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纳。这个以利加纳，拢乱去，歹势，我毋知影是安怎拢乱去。伊讲迄个以利加纳，伊有带2个某吼，因有带2个某，迄个带2个某吼，一个是汉娜，一个是比尼娜。汉娜甲比尼娜，毋是以利加纳做一群来带伊的，是大先带汉娜。因为汉娜伊袂生，伊无囡仔。伫当时以色列因迄个时代，若无后代，实在是对因来讲是真遗憾的代志。要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因非常的注重有后代。所以，因伫圣经的中间讲，因当年就带这个某囝到伫示罗的中间来敬拜。伊到示罗的中间来敬拜，迄个示罗咱拄仔有看见吼。我歹势吼，我规个拢乱去吼，我毋知影是安怎开始拢乱去。因为示罗是因当时伫迦南地的一个迄个敬拜的所在。当约拿带到伫迄个所在时，是到大卫也是扫罗文王迄个时阵，较有起圣殿伫耶路撒冷。毋过示罗是当迄个时阵，因有大布边，约柜也放伫迄个中间。所以当因一年有3摆，特别是查甫人，男丁因一年爱3届，到伫示罗因去伫迄个所在献祭敬拜的时，特别有一个大节日，就是顶届我有甲咱分享过，就是迄个搬过节。伫迄个搬过节的中间，差不多规个家庭拢会相夹去，所以迄个以利加纳伊就带2个某相夹到伫迄个所在去献祭。
因迄所献祭是就是迄个平安祭。平安因为咱知影，伫咧献祭的中间有，请你按下一页吼。伫迄个平安祭的中间，就是会使讲感恩祭。迄个感恩祭，因会当食因所炸伊的物件，因会当食，因会当三甲伫迄个所在，拄伫献祭了后，三甲来分享。还佫因其他还佫有真济的祭，像讲燔祭，因就袂当食。所以因伫遐逐摆献祭的时，因就会三甲伫迄个所在啉食的时，圣经咧讲含那伊拢无食，因为因伫迄个以利加那，因伫献祭的日的时，伊拢会分遐祭物，互伊的某囝。毗尼那伊有囝儿，所以当然伊将一份会分足侪份。但是第五节讲，伊特别疼含那，所以伊互伊的分量会较多较济。因为伊疼含那，所以上帝关捌伊的胎。伫圣经有两解，拢讲伊关捌伊的第六节嘛讲因为耶和华关捌伊的胎。其实你若看到尾，伊个生囝，咱等一下要分享的就是，虽然关捌伊的胎，但是我所要讲的是，迄个时阵还佫毋是时阵。上帝迄个时阵还佫无要互伊生，因为上帝有上帝的时，所以迄个虽然伫遮是咧描写关捌迄个胎，毋过徛伫我的立场来讲，就是也毋是时阵，伫即个时阵来互伊生囝。第七节，当伊到耶和华的厝，以利加那因逐年伊拢带两个某囝，三甲伫到示罗要献祭，伫迄个路年的时，即个比利那伊因为伊有生囡仔，所以伊食醋。伊的翁婿是安怎？迄个无生囝，伊较疼；迄个我有生囝，伊竟然安尼对待我，所以伊食醋，伊无法度对丈夫怎样，伊就对。伫迄个路林的中间，三甲咧行路要到伫迄个示罗的中间，伊常常就激气互迄个喊那讲你无生囝，你无路用。当时妇女无生囝是感觉真见笑无地位的，所以就甲激气。伊就足消极的，即个人较温柔，伊就足消极的，伊就足艰苦心的，囥伫心底，艰苦心拢囥伫心底。所以伊的丈夫拢看见伊遮尔艰苦心，伊的丈夫就甲。就以利加那就甲喊那讲你是安怎就安尼啼哭咧？你写书安尼忧闷咧？我对你敢无比搁较侪囡仔搁较好吗？做一个丈夫的，虽然爱即个太太，看见太太遮尔艰苦心，即个对喊那遮尔艰苦心，伊足爱家己安慰的，伊嘛是家己安慰。毋过伊无法度了解，伫家庭的中间有两个查某人迄种的紧张，迄个查某人迄种的常常激气。伊总袂用钱，敢毋拢咧请投比尼那吧？常常安尼甲激，比尼那有事无事，就是常常要激伊受气，挑衅就对啦。我著爱你受气，互你青面獠牙，互你迄个面乌烟瘴气互丈夫看见你原来你就是即个查某人啊。但是喊那就是伊安怎甲激，伊就拢无受气。毋过伊拢囥伫心内，迄个艰苦心拢囥伫心内。伊的丈夫无法度了解迄个查某人。伫当时的妇女无生囝就无地位，毋然安尼别人看到伊会感觉讲伊是无路用，会甲踢笑，所以伊的心就真艰苦。逐摆若去到伫迄个圣殿献祭的时，伊前几届伊拢无食你看伫第7节的上尾，伊就啼哭煞毋食。伫前几届几啊年的中间，有人讲伊已经19年拄着即种的艰苦。圣经无写，总是就知影讲，伊有伫真久的几啊年的中间，伊拢去献祭。虽然伊的丈夫甲伊准备的祭物，迄个肉搁较济，但是伊拢干那祈祷，伫上帝的面前靠赖上帝，伊祈祷上帝。所以伊拢虽然会当食，但是伊就是拢无食。虽然丈夫甲伊安慰，伊也袂当得到安慰。所以到伫最后一摆，伊祈祷有功效。迄个最后一摆，就是因伫示罗。啉食了后，喊那就起来。伊即摆伊有啉食，伊就起来。伊的态度无同。伫久长的祈祷，伊的心态拢开始改变。伊拢无放弃祈祷。伊虽然实在是拢无看到效果，但是伫逐摆安尼祈祷的时，一个人，伊伫祈祷的中间，伊无拄到果效，伊无看到结果。但是伊阁想倒来家己徛伫我的立场，我又能怎么样？
我只有祈祷上帝以外，我又能怎么样？所以祈祷一摆搁一摆安尼祈祷的时，后来伊的心态改变。那徛伫我的态度，我感觉讲，当我这项代志一直祈祷，我真正倚靠上帝的时，上帝的亮光会入来，上帝会对我讲话，上帝感动来。所以迄个时阵，伊准爬起来，伊迄天有食，伊的态度无共，伊加足积极的，起头拢消极，即摆足积极的，所以伊就起来，伊就行到伫要迄个祭坛的头前，迄个时阵，以利坐伫门边，伊就伫迄个所在真迫切的祈祷。因为伊真正是非常的迫切，迄种的心内的忧苦拢表现出来，所以伊伫遐大啼哭，伊伫遐祈祷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随了看过你的女婢的艰难，请你顾念我，毋通袂记得我，赏赐我会当生一个查甫囝，我要将这个囝你赏赐互我的，来奉献互你，剃头刀无要伫伊的头壳，意思讲服侍上帝，伫迄个旧约的中间讲。无酒交酒拢无啉，毋然安尼剃头刀拢无要剃伫伊的头壳。你表明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专心咧服侍上帝的时，伊真正无心思去做迄世间有诶无诶代志，是专心伫上帝的事工的中间。你赏赐我这个囝，我这个囝是对你来的，我要搁奉献互你，这是一个下愿。所以当伊下愿了后，咱真正有看见上帝。有听伊的祈祷，所以当以利看见，知影伊咧讲你是安怎？你是酒醉吗？你是安怎吗？伊讲无，我就是心爱要一个囡仔。以利伫迄个所在阵，甲伊祝福，你通平平安安倒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对伊所求的。19讲，当伊厝过日，早起来的时，伊伫上帝面前，咱就知影讲，伊是一个祈祷的人，先到上帝面前敬拜，透早起来就先去亲近上帝。所以，因当伊到伫念马，当伊家己的家的时，迄天以利加那甲伊同房，上帝笑脸伊，就伫20的中间讲，喊啊，伊就怀孕，到时就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做撒母耳。一个老母伫迄个真久长的中间，伊拢祈祷无囡仔，虽然是真艰苦。但是伊无灰心，一摆一摆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祈祷到最后的中间，上帝赏赐伊所求的。伊迄个上界大的改变，就是当伊求了的时，上帝，我甲你求的物件，这是对你来，我搁奉献互你。我搁来解，我有真济迫切的恳求，我就是拢安尼。我嘛是结婚过来当无生囡仔，我甲上帝讲，你若生，你赏赐我一个囡仔。我的囡仔拢是要奉献互你，所以我大汉的囡仔叫做李阳，将真理传扬起来。第二个叫李贤，能将所有真理拢带回到神的国度里面。迄是我对上帝的下愿。对伫当时的医学来讲，我是无可能会怀孕的，我是迄个足弱的。总是我祈祷上帝，你若赏赐互我，我要奉献互你。我毋是干那这项，伫上帝伫教会事工也是共款。我对上帝讨的，上帝互我。毋是我家己来享受，上帝互我，我就了啊。恩典对上帝来，若无上帝互你，你就无食。上帝恩典对上帝来，我也要为上帝来活。到今今仔日，犹原我是安尼祈祷。我的大汉囝，伊伫迄个玉山银行，伊伫总局，伊做经理，阮的新妇，伊做副理。我逐工还阁替因祈祷，也是为我的细汉囝，医生讲伊一辈子智障，但是伊却引出两个特殊的囡仔来到伫教会。所以上次我有甲恁分享到，伊引出一个重障的囡仔，佮一个是妥瑞氏症的囡仔，包括因的老母拢来洗礼。你敢知影我的感动是啥？圣经咧写的讲，人看做愚妄的，上帝使用伊；你看无起伊，上帝咧用伊。伊其实伊敢若真单纯，甲因讲话，甲因做好朋友，带因来到伫教会中间。所以毋通看轻咱的囡仔，上帝要安怎用伊，你拢毋知影。总是咱来学习汉娜今仔日伫久长的中间所祈祷的，得到一个婴仔，就是撒母耳。这个撒母耳的出世，伫迄个时代来改变无共款的时代。对伫混乱的时代，进入到伫君王的时代，
是一个丰盛荣耀上帝。当时伫大别国的中间，迄个时阵是真丰盛、受祝福的时代。撒母耳治地的时阵，伊即个人，即个先知伫当时的时代，带以色列百姓伫信仰的中间有真大的改变。所以咱咧讲，汉娜是即个老母，真正影响伊的囝儿真大。伊毋但影响撒母耳奉献了上帝尔，就是进入。若是咱有机会去看到圣经的下尾，包括撒母耳第2章第1节到第9节的中间，讲伊安怎伫上帝面前祈祷，为着伊的撒母耳祈祷，为着上帝国祈祷。即个老母是继续咧祈祷，祈祷的老母汉娜，毋但伫还未生的时祈祷一个囝。这个囝归恩予上帝，奉献予上帝时，继续搁为着囝祈祷。今仔日我为着我的囡仔祈祷，我甲上帝讲，伊伫银行的中间，互伊伫迄个官位的中间，会当影响迄个内面的环境。我一直咧祈祷，当然真也未成就。我的新妇无啥信仰，所以我就一直祈祷，将来因两个拢互上帝重用。我甲上帝安怎讲？扫罗也无祈祷啊啦。但是你一天互拄着扫罗的性命大改变，但是我逐天为主祈祷，将我的囝交代伫你的面前，我有信心，我有咧祈祷。迄扫罗无人替伊祈祷，扫罗真做上帝重用的百姓。今仔日伊所写的圣经对咱的影响还阁继续，何况我逐天替阮囝祈祷。我用这种的信心，我相信我所信的上帝，听我的囝的灵魂。较赢我咧听伊，所以我安尼祈祷，我就有信心。上帝做工，虽然我真看袂到，毋过我爱持续祷告，我袂使灰心，我袂使软志，我着爱持续祷告。今仔日咱看去迄个汉娜，伊会当持续祷告，是因为伊无灰心。耶稣嘛是教咱祈祷讲，着爱常常祈祷，毋通灰心。汉娜伊就是一年无看到囡仔，第二还阁无看到伊有囡仔。虽然比利娜伫迄个所在常常去甲伊刺激，但是伊会当做的只有倚靠主，靠赖上帝。伫遮咱所看见的头一项，伊无灰心的祈祷，就是伊认捌伊所敬拜的上帝。你若无认捌你所敬拜的上帝，无可能会继续祈祷啦。因为耶稣讲，恁着爱常常祈祷，毋通灰心。就是表示人一定会灰心嘛。咱做基督徒，咱拢知影，坐祈祷坐有快乐，无祈祷无快乐。所以咱着爱常常祈祷，少祈祷少快乐，爱常常祈祷。毋过基督徒常常灰心的，也是伫祈祷的中间，因为伊对上帝的信无深入啊。咱看见伊拄啊，迄个汉娜伫11节的祈祷是安怎？万军的耶和华。代表伊是一个认捌上帝的人。我所捌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是万行有的上帝，大权能的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伊欢喜听我的祈祷，伊听世间人，甚至找耶稣基督到伫世间，迄种听我是超过我家己想会到的。万军的耶和华咧表明，伊认捌这个耶和华上帝。当伊认捌上帝的时，伊的祈祷较会持续去。较会继续伫迄个中间来祈祷落去，所以基督徒是安怎祈祷会灰心？祈祷到一半，你就走啊，你就无继续祈祷啊。你咧甲上帝祈祷，毋通凊彩讲的。上帝有认真咧听你的话，你安怎咧祈祷，上帝有咧听。毋过咱有真侪时阵祈祷了，我哋就做咱走。你活咧做你走，你无阁继续持守到祈祷的时，上帝准备心要甲你成就这个。真侪时阵你无祈祷，你留地步互魔鬼，你家己软弱，你阁犯罪，带来的后果是你家己带来，你毋通赖上帝，因为你离开上帝犯罪。咱看去足侪人祈祷无效的时，就去拜拜。顶个嘛，甲咱分享一个会友，一面敬拜上帝，一面去庙里咧拜拜。结果师傅，迄个师傅甲伊讲，即个师姐啊，你来找阮吼，恁的上帝足无欢喜。
伊较转去找因的牧师，求牧师替伊祈祷。有人就是安尼，对上帝信仰无够熟悉，也是你知影，你无去要紧。当然，对信仰无够明白，有咱的责任，咱爱去教导。但是伊家己的领受，伊无要认真用心，迄著伊家己甲主的关系。所以耶稣讲，你著爱常常祈祷，毋通灰心。伊知影咱会软弱，咱会当灰心。总是你的信仰若真正明白你所敬拜的上帝时，虽然我袂当看到结果，我安尼咧祈祷，我看袂结果，毋过伊的祈祷会持守。照我家己的经验，迄个祈祷若一直持守的时，你祈祷，咱的祈祷绝对会看见上帝做工。虽然毋是即个果效，毋是照我的心意，毋过伫边啊，你一直倚靠上帝，你自然你信心就会加添。你信心加添，你就哪会祈祷？哪祈祷你就会受祝福，你就哪会晓倚靠上帝，你会哪来幸福？甚至你会自然就去顺服伫上帝的主权。所以上帝的主权若是安怎，我欢喜顺服。一个常常啦明白上帝的人，欢喜知影伫逐项事祈祷就是亲近上帝，亲近上帝，甲上帝的关系好会较好的时。对我家己的经验是，你若祈祷的时，虽然无看到果效，毋过上帝互你的灵开，上帝互你看见伊要对你讲的话，就亲像顶届我来的时，我祈祷上帝讲，上帝我恳求你帮助我即个囝，互伊会当甲遐其他青年做伙。我祈祷第3日，上帝互我的灵开，阮的囝若真正含遐青年做伙的时，会甲即2个特殊的青年，伊带来的同学。甲放弃，我了解我家己的囝的个性，即2个囡仔含遐嘛是无法度合。总是上帝互我看到这时，我讲上帝哦，感谢你，我得到平安。我知影上帝有搁较大的旨意。当迄个查某囡仔真搁敲电话来，牧师，我妈妈洗礼啊呢，即2个拢洗礼。牧师啊，我妈妈洗礼啊呢。人看做无重用的囡仔，带人来信耶稣。所以祈祷，虽然我爱我的囝真正精英，会当真做侪甲人做伙真好势，毋过上帝会对我讲话，互我的灵开，对遐得到安慰。祈祷若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你的祈祷若救灵魂，这毋免阁问上帝，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圣经所写的嘛。你救人的灵魂，你要爱人得救，你爱会当荣耀主，这种的祈祷做你逐工持守咧祈祷。总是你有家己需要的，包括生囝，你的事业赚大钱，你要读啥物学校？起头，阮囝成绩拢大汉，迄个成绩拢一直足好的。起头我爱做医生呢，迄成大甲拜托啊，伊迄个学测了，讲敲电话敲3届，叫伊着去遐读，讲要阁互伊偌济奖学金，迄是伊家己无爱，伊家己阁去考试。伊讲去台北读册，台，伊无论读倒一间，读倒一科。伊讲遐个师资足济，我就是我家己的学分了，我去读别科，我也会当得到知识。所以伊家己考去台湾大学。上帝一直改变，伊后来嘛想要做老师，伊高二尔，伫迄个青年老师教补习，迄个化学啊个拢无啥捌。伊家己解释，用伊家己的方法解释尔。遐个青年拢随便逼，有人私下要叫伊补习，所以伊嘛有一段时间想要来做老师。一直，阮甲他祈祷主照你的意思，一直祈祷，一直祈祷，一直改变。后来伊会行去伫银行，就互我嘛感觉讲真意外，较会有无共款的改变。总是上帝有上帝的旨意。我所爱做的就是祈祷，上帝要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总是上帝若照我的旨意，迄个上帝若要照我的旨意成就，上帝会交代。就亲像我咧讲，为着我迄个第2个囡仔祈祷的时，我毋望伊会当精英得人听，后摆会伫社会会足出色，真正无共款。但是第3天，上帝就予我一个交代，为着迄2个边缘人。纪律是一个需要我行，我降服。
一个祈祷的人，你自然就会降服伫上帝，因为你知影这上帝的主权，你会看见上帝的国度的时，你的心自然就会得到安慰。为着上帝国的关系，看见会得到人，你自然心就会得到满足。保罗敢毋是安尼吗？保罗伊安怎伫迄个上帝面前祈祷？伊讲第7节讲，因为这的启示极大，上帝常常对伊讲话，佮带伊到伫天堂。伫迄个所在对伊启示上帝这的话，伊讲免得我过头自高，所以互我的肉体有刺啊。伊身躯有一支刺，就是撒旦，互使者来拍我，免得我有过头的自高。为着安尼，我3摆求主，求上帝莫互我遮艰苦，我为你做工莫互我遮艰苦。总是上帝有甲交代。上帝若要照你的祈祷来答应的时，对我的经验犹原同款，上帝会甲你交代。所以上帝甲伊讲安怎？伊甲我讲，有我的恩你就够了。上帝若无诚，上帝甲你讲有伊的恩就够了。所以讲我是伫我的溃烂，伫人的软弱的中间来成的。我的软弱。伫我的软弱的中间，上帝甲我伫地，伊帮助我，因为伊的恩典够我用。就我正所夸口的，是我伫软弱的中间，因为伫软弱的中间，我倚靠主，我做的工就伫监狱的中间，我着搁好胆，伫遐见证上帝。伫我软弱的时，行袂落的时，我倚靠主，我就看见上帝的恩典甲我伫地。我着继续社会去安慰各教会遐个软弱的、遐个行伫歹的、遐个去互外邦、遐个去互迄个异端影响的，伊继续会当写迄个批。所以照我家己的经验来讲，我家己的意爱，毋是要做牧师，上计是做一个牧师娘。我爱读诗学迄个音乐系，总是上帝着互我心无平安，一直吵一直吵。啊，无读音乐系，无嘛幼教系，无嘛社会系。毋过我的心就是足艰苦，甲上帝拉扯，祈祷搁拉扯，我就是无爱，我就无爱读神学。总是到最后，我填神学的时，我的心就平安。到新人伊成绩歹，老师咧教我听无，我真正是听无。人嘛，同学嘛看我讲我早就无效啊。甚至我去牧会，人嘛想讲我牧袂久啊！我真正嘛牧无。我甲上帝讲，上帝你还要爱我做传道，我袂晓计划时间。我的同学逐个拢做到计划，我也袂晓计划时间，我袂晓带领。毋过我会晓祈祷，我安尼祈祷，互我会当真够立志，真够计划时间。敢若亲像我无达到迄个成果，毋过上帝就是陪伴。有好的兄弟姊妹，诚做我的夫妻，诚做我的伴zan上帝，你一直祈祷伊的时，伊会开你的灵，互你看见。我虽然无照你的心意来答应你，但是我会看见上帝听伫我的四周围有遮个同工。所以咱的眼光是安怎看？一个听主的人，伊的心灵的眼光，常常甲做伙，上帝会互你开阔。开你灵的目睭，上届无可能做牧师的。26岁出来牧会，70岁退休，牧会44年。兄弟姊妹甲我的关系足好，我足侪好朋友，拢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我的恩典够也利用。顺序牧会44年，毋是我外交。互看无起，无可能读无册，袂晓计划时间，互笑我讲道足含慢，总是我靠着上帝的恩典，行到顺序来退休。所以有人讲，我退休是罗家教会、林园教会，甲我的大树教会，拢平平伫高雄中会。伫阮最后这20几年，拢即间我无对外，干那邀请遮个人来。因为遮个人要来的是，已经足侪人讲要参加，我只好会当借林园教会。阮的朋友搁咧讲，无人亲像你安尼3间教会拢是你牧的做伙来咧做你的退休礼拜。因为上帝恩典够我用，我虽然含慢，但是我有一群听我的兄弟姊妹。
咱看见迄个即个无理智、无灰心的祈祷，头一项是伊认捌伊所信的上帝以外；第二项就是伊相信上帝的主权，伊相信上帝的时间。咱每一个人拢有咧等待，咱等待，无论是伫你的事业，你等待你趁大钱。你等待你的婚姻要找到对的人，咱真侪时阵伫人生加减减，拢有咧等待某一项代志，咱会去祈祷。总是当你咧祈祷倚靠主，你认捌你所信的上帝是大权力的上帝时，你自然你就会顺服伊的主权。你顺服伊的主权，你知影上帝的时间甲咱的时间无共。咱的时间是我随便看会到，我要照上帝照我的意思。但是上帝知影照你的意思稳惨的，所以上帝有家己的意思。有一个人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甲我陪伴一个太太，我迄个太太吼身躯足好的，足勇壮的，毋但安尼，伊吼爱阁生阁水，体格好，阁会晓讲英文，因为伊家己会讲英文。伊讲爱会晓讲英文，对我的事业有帮助。上帝真正照伊的意思想事伊。小树迄个真正迄个太太足水的，运动家，因为伊是跆拳道，也知讲几级的就对了。所以逐摆若咧生气的时，拢用骹甲踢的。伊就吼青惨啊！生气佫会骂，佫都用英文咧骂伊。上帝若照你的意思，真侪时阵咱是足青惨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讲一个姊妹。因查某囝伫迄个7岁破病要死，已经是迄个真正是爱死的边缘的时，伊甲上帝恐吓呢：上帝，你若互我死，我就要信你啊！结果上帝要互死，听伊的祈祷。40年前的故事，17岁的时，即个查某囡仔做歹囝，去做太妹，伊伫上帝面前反悔：你迄阵若互死吼，你若莫听我的吼，你互伊死吼，伊还佫无犯罪。结果即马即个囡仔歹囝，上帝有伊的时阵，因为上帝伊渗透万事，伊知影什么代志对你是上好，对你有帮助，伊家己会超切。你若欢喜顺服，迄个祝福伫后壁等你。咱看去圣经，有几来个拢无生囝，较慢较生囝，毋是干那即个汉娜祈祷几啊年较生囝，撒来。阿伯拉罕的太太90岁较生囝，无可能生的时生一个囝，叫做以撒。以撒娶一个，佮娶太太的时，伊佮无生。迄个利百加无生的时，伊就一直祈祷啊足久。后来，互伊怀孕的时，生一个双生啊，一个是以扫，是一个雅各。后来雅各是称做耶稣的祖先。所以，佮来。咱看见雅各，伊阁生2个囝，娶2个太太。迄个上界爱的太太就是拉结，拉结后来生一个囝，就是约瑟，受卖到伫埃及的所在。伫迄个埃及的中间，后来伊成做埃及的宰相，祝福埃及伫饥荒的中间，因食米无欠缺，抑阁继续咧趁钱。遐四周围无食米通食的，拢到伫迄个埃及的所在来买米粮。甚至伊也祝福伊的兄弟，因老爸一家70个亲人，带到伫埃及的所在。遮个妇女拢祈祷足久，足侪年才生囝。总是你甲注意，因出世，遮个婴仔出世，拢是时代会拄啊好。约瑟的出世，拄伫迄个时代会拄啊好。伊丽莎白。久无生囝，到年老较生囡仔时，生约翰，惊死咧约翰。伫耶稣出世的前半年，伊出世。你看见遮个无祈祷足久的较生囝的，拢生出来拢是当时时代要紧的人。上帝有上帝的时，上帝有上帝的时阵，今仔日上帝拢咧拣选人。伫逐个时代无共款的时代来做伊的采用，加做时代的祝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刻，我直接要跳到日落尾。
今仔日你我拢出世伫即个时代。会记你伫24年前，迄阵咱的中会有一个学员部3升，咱敢若2年尔。迄个时阵总干事周文德牧师敲电话给我，因为当时选出来的迄个议长是黄祖温，伊甲我拜托，5万我会当做学员部的部长。我一直甲伊死，我甲你讲规半点钟，我讲我无下啦，我都无下做领袖，莫叫我。你若做其他的学员，要叫我做啥我拢顺服，都莫叫我做迄个部长就好。伊甲我拜托啊足久的，后来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黄祖温少年需要你同工。为着即句话，我顺服，我甲答应。当然，我家己压力足大。伫迄年，恁若有印象，我伫遐出一本，就是圣经挂图。我头一年做，我第2年要搁叫我做，我讲互我牧师啦，我真正是毋敢做领袖。我牧师第2年嘛，搁做圣经挂图。头一年圣经挂图1000分，做1000分。阮做1份80块，我卖100块，1份100块，拄12个月。我去拜托当时的一个部长，传道部长。当时的我想讲传道部较大部，我讲互我有机会去讲，通啊卖遮册出去。伊讲做部长较有啥物困难？伊无要互我去，伊无安尼讲。做部长较有啥物困难？啊，迄若互我来做吼，安怎？我准点点。虽然伊比我较少岁，我准点点。我无怨恨伊啦，我准祈祷上帝。迄年，我是1月甲伊讲的。迄年的2月，福禄寿干部，咱总会福禄寿干部办迄个人才训练。迄届我是其中的一个讲师，我用读册会，落台尔，7、8中会邀请我去因中会，包括原住民去因的中会分享。我去分享到底，我就摕遐个去卖。我要靠人甲我斗销，总是上帝甲我安排机会，互我家己去销甲完。上帝有上帝的时阵啊！上帝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我咧想的是安尼，上帝无允准。我当互人安尼讲，我嘛是真正足艰苦心。虽然我无怨恨伊，我足艰苦心。我想迄个人无共款的想法。毋过上帝备办的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袂甲足顺遂的。所以阮第2年，我交互我讲莫去叫我啦，无互我牧师做，拄干那迄2年，拄阮2个翁仔某做。上帝伫逐时代拢咧竞选你，竞选我。当咱教会进无牧者的时，即个时代上帝咧用你。我咧做迄个学员部长的时，25年前。迄个时阵，一阵县做咱管啥？啊，县长，伊的副县长就是林茂荣。我叫伊来参加我的迄个学员部，伊是我的部员，所以伊逐届来开会吼，拢有随从，专门甲驶车，拢伫伊的边仔，伫遐咧迄个，伊边仔有随从一个尔。伊有一天敲电话给我，讲伊正伫遐做副馆长，伊足想要做一寡代志，会当伫遐传福音。讲会当做啥物？我甲伊讲，你爱开一个迄个团契，我就甲讲团契。我甲讲一句话，就是伊事贴。我底界甲讲的一句话，你今仔日徛伫即个王后的位，就是即个时阵，我准用即个圣经在甲伊讲。我迄英暗甲伊讲足久的电话。我甲伊讲，林长老，伊是阿莲教会长老。我讲林长老，今仔日上帝互你做馆长，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该做的。所以伫迄个时阵，伊成立伫伫中昼一礼拜拜日下昼中昼成立一个团契，啊，请无共款的讲员，我嘛去遐讲几届，伫迄个所在分享信息。基督徒来有邀请，当然足少的邀请一半的未信者3甲中昼来参加，就是伫县政府伊的办公室的中间，阮3甲伫迄个所在敬拜祈祷。今仔日上帝逐时代拢咧竞选咱，
咱教会伫即个时代无牧者的时，上帝拣选你，拣选我，三甲伫即个时代要怎样，互咱教会对伫拿牧师的时代进入搁较丰盛的时代？当然，咱相信拿牧师上帝的祝福，总是咱会当搁甲讨搁较丰盛的祝福伫咱教会中间。上帝拣选你，拣选我，你欢喜互伊用吗？伫教会有咱的长老执事，伫即个时代，因爱特别用心来拣选拄好的通教者。总是咱其他的人，敢毋是用祈祷甲挺掉咧？互咱的长执有好，长老执事有好的智慧看见，所拣选的真正是适当咱教会的人。上帝嘛拣选你我做事大人的，怎样来祝福咱的囝，带伊行伫信仰的道路？也是伫你的环境的中间，毋是干那今仔日母亲节尔，是每一个人拢受拣选，成做一个无累志瓦靠主祈祷的人，来祝福四周围的人，因为咱生命来改变生命。这是上帝对咱今仔日时代的拣选，毋是干那母亲做应该做的属灵的工，是所有士大人，包括信徒，拢同款。当然讲倒转来，咱做人细囝爱尊荣父母，尊荣父母必蒙福。一个会服侍大人得到荣耀的人，毋是你足够的，有恁囝足有礼貌的呢，恁囝有够乖呢。父母得到尊荣，你必会蒙福，这是圣经的应允。我想咱今日无要讲这部分，三甲来祈祷。阿爸，感谢你，阮对汉娜所学的，就是看袂到的代志，无照阮心意的代志。但是我靠上帝，一直靠主祈祷的中间的时，自然你就会开阮的目睭，对阮讲话明白你的旨意。就是阮抑阁明白，阮嘛是有信心继续安尼祈祷落去，就要看见迄个无可能的事来成就。因为阮毋知影上帝你要食啥物事，但是阮知影你所为阮所做、所要食的，永远是对阮上介好的。互阮用即种相信你的眼光、认捌你的眼光，用信心来倚靠你，用祈祷为着家己的家大细来祈祷。为着教会头前的道路来祈祷，主，阮要安尼讲，因为阮欢喜安尼用奉献、用祈祷挺掉的时，阮要成做这个时代受上帝重用来祝福家庭甲教会的人。主，阮欢喜摆列阮众大家伫你的面前，愿你照你美好的心意做工伫阮的中间。互阮日日亲近主、听主，搁较加添，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